菜若伤济要安怎？等着家己切切的来芳肝。做人袂用的伤贫惰，会晓换价，是较赢咧叠算盘啊！嘿，切落。咱刚才要做第一步，就是先挂菜买回来，要先洗互伊清气哦。第二个步骤就是，咱爱水爱先家下来滚，啊，这挂菜爱先落去烫一下水，烫互迄个苦味互伊走去，毋通伤久哦，是干那家烫互伊老一下就好啊，啊，就爱摕起来。这就是第二个步骤吼。第三个步骤就是拄则烫了啊嘛，即马就摕起来，家己挂咧遮，互伊滴水，爱滴差不多1暝哦，到明仔载。明仔载啊，互伊吹风，吹了，伊即个挂菜，伊就会变安尼黏吼，啊，才个第四个步骤。煮汤要炖猪肉，要炒竹笋，超好吃的。咱即马切了，骨还骨，啊叶还叶，咱来用一丝仔盐，袂当伤济哦，唔好伤咸哦，差不多安尼1匙半就好啊。吼，啊这边较济，可能也是差不多2匙安尼就好。吼，啊，都爱家己悄悄的。我头拢袂晓拍，伊其实就是吼，阮迄个客人迄个阿嫂。迄个孙仔的某，就是阮大姆大，啊伊啊大因新妇，啊因新妇就继续搁做嘛吼。我足惊无通食，伊破病得要死啊！吼，这边我通帮走啦。我讲啊那你拍菜迄是安怎做？啊你做，好好教。了后呢，咱上好吼，就是用较简单的，就是用亲像咱洗衫的网啊，啊，家己缀起来，一边家己缀一个吼，安尼较袂分开去，咱较好处理。啊，缀起来，再摕去外口用石头来缀咧，啊，这边另外缀，这边另外缀，缀差不多1工外，啊，咱就家己摕起来，水准了大，啊，就摕去拍。缀同款的时间，吼啊拍无同款的时间，伊无大度伊袂同款，因为骨头吼较慢大，啊这较紧大，啊你若是参做伙安尼拍，吼变做这也袂大，啊这大伤大伊会缩去，就幼去啊，吼，所以咱才要家己分开。啊咱这若拍到差不多大，咱就家己收电边啊。啊，等这若是大甲差不多，才家己夹做伙，啊，佮拿一个啊面啊就好，啊用一罐啊软风的罐啊家己收起来，食咧面外拢袂歹哦，试看卖咧。